之前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你在这个礼拜当中保守眷顾我们都平安。主，我们是用何等渴慕敬虔的心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透过今天的礼拜与你亲近，求主保守眷顾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专一敬虔的心蒙你的喜悦。我们也将今天早上带领我们敬拜的所有同工全然交托仰望，求主赐福保守。你与敬拜团同在，与司琴的同工同在，与司会传讲信息的同工同在，保守眷顾今天我们所做的服事，让我们所做的服事让你喜悦。也恳求主，你透过今天的礼拜再一次对我们讲话，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照你的心意去行。主啊，今天在礼拜当中，我们要举行圣礼典，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他们要告白他们的信仰，并且领受主你所赏赐的恩典。求主与他们同在，保守眷顾整个过程。我们也恳求主，你与我们的教会同在，赐福保守我们的教会，让我们教会的属灵领袖都能够看清楚你的计划，照你的计划去推动各项事工，来荣耀你的圣名。主，我们也将我们的国家仰望在你手中，求你保守，让你的公义跟仁爱遍行在这块乡土上，让这块乡土的人民都能够享受你所赏赐一切的平安。主啊，我们也将受到武汉肺炎影响的许许多多的国家交托仰望在主手中，求主保守，并且让我们透过这次的疫情明白我们的软弱，能够依靠真神上帝。求主保守眷顾这一切，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很高兴在主日的早晨，我们一起同心敬拜赞美神。愿神的荣耀与恩典，此时此刻就跟我们同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一起站立。我们的神是行神迹的神，阿们。也是得胜的神，他要带领我们前进。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宣告：耶和华已经行了大事。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不将云彩当遮盖，夜间使火光照。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在干旱之处使水流成河。我们要欢呼，诉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诉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一起来宣告：耶和华已经行了大事，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命令狂风止息，那波浪就平静。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张开双手，我们就得保住。我们要欢呼，诉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诉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他必带领选民欢呼向前，他必带领选民欢呼向前。他将列国的地赐给我们，他必带领选民欢呼向前。他将列国的地赐给我们，他必带领我们，他必带领选民欢呼向前。他将列国的地赐给我们，他必带领选民欢呼向前。他将列国的地赐给我们，我们一起来同心合意欢呼。要欢呼，诉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诉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依靠神，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依靠神，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将掌声归给荣耀的神。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谢谢耶稣，你的同在、荣耀、能力都归给你，因为我们靠着耶稣，凡事都能。哈利路亚！神是信实的，他必带领我们胜过自己的软弱。求神让我们有更多的信心，并坚固我们，使我们依靠神来过得胜的一天。无论环境如何，我们仍有从你而来的平安。主啊，求你降下同在，求你降下同在，在你致命的敬拜中，求你降下荣耀，在你致命的赞美中。我要看见，我要看见，如同摩西看见你的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
降下同在，在你致命的敬拜中，求你显出荣耀，在你致命的赞美中，我要看见，我要看见，如同摩西看见你的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这时代要看见，我们要呼求你的名，我们呼求你的名，求你恩待我们，我们宣告你的名，求你怜悯我们，求你与我们同行，使我们得安息，在你面前我们要呼求你的名，我们呼求你的名，求你恩待我们，我们宣告你的名，求你怜悯我们，求你与我们同行，使我们得安息，在你面前我要看见，我要看见，我要看见，如同摩西看见你的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这时代要看见你，主啊，我要看见，我要看见你的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如同摩西看见你的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这时代要看见你这世代要看见你的荣耀，这时代要看见你，这世代要看见你的荣耀，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诗篇103篇说：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也离我们有多远。神的爱是如此的长阔高深，主耶稣也一直陪伴着我们。接着就让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细数神恩典的记号。站在大海边，站在大海边，才发现自己是多渺小；登上最高山，才发现天有多高。浩瀚的宇宙中，我真的微不足道，像灰尘消失也没人知道。夜空的星星仿佛在对着我微微笑，轻声告诉我，一切他都看见了。我所有挣扎，所有软弱和跌倒，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当我呼求，当我呼求，耶稣听见我的祷告，千万人中，他竟关心我的需要。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都留下主恩典的记号。在
在风雨中，耶稣将我紧紧拥抱。我深知道，他是我永远的依靠。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站在大海边，站在大海边，才发现自己是多渺小。登上最高山，才发现天有多高。浩瀚的宇宙中，我真的微不足道，像灰尘消失也没人知道。夜空的星星仿佛在对着我微微笑，轻声告诉我，一切他都看见了。我所有挣扎，所有软弱和跌倒，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当我呼求，当我呼求，耶稣听见我的祷告。千万人中，他竟关心我的需要。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都留下主恩典的记号。在风雨中，在风雨中，耶稣将我紧紧拥抱。我深知道，他是我永远的依靠。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当我呼求，当我呼求，耶稣听见我的祷告。千万人中，他竟关心我的需要。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都留下主恩典的记号。是的，在风雨中，在风雨中，耶稣将我紧紧拥抱。我深知道，他是我永远的依靠。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走过的路，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让我们一起祷告。耶和华，你是行大能的神，你是行公义的神，你更是让我们看见你的荣耀和荣美的神。然而，我们是如此的微不足道，在奔跑天路的历程中，有欢笑，有泪水，但你一直让我们知道，你一直都在，你一直都在了解我们的挣扎，在听见我们的呼求，更用你的慈神爱所紧紧地牵引着我们，成为我们永远的依靠。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无论是我们已经信主的弟兄，还是今天将归于你门下的弟兄姐妹，谢谢你让我们知道有如此宝贵的恩典记号。我们祷告不完全，让我们继续用主耶稣教导我们的主祷文开口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请坐。
大家平安。我们现在来攻读神的话语，记载在马可福音第10章46节到52节，现代中文译本第75页。他们来到耶利哥，当耶稣与他的门徒和一大群人离开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盲人底买的儿子巴底买坐在路旁讨饭。他一听说是拿撒勒的耶稣，就喊说：“大卫之子耶稣啊，可怜我吧！”许多人责备他，叫他不要作声。可是他更大声喊叫：“大卫之子啊，可怜我吧！”耶稣就站住，说：“叫他过来。”他们就对盲人说：“你放心，起来，他叫你呢。”盲人马上扔掉外衣，跳起来，走到耶稣跟前。耶稣问他：“你要我为你做什么？”盲人回答：“老师，我要能看见。”耶稣说：“去吧，你的信心治好你了。”盲人立刻能看见，就跟随着耶稣走了。圣经以上。今天我们最敬爱的蔡牧师要来带来的信息是圣经人物系列第38讲巴底买，请我们大家用恭敬的心来领受。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原本我们在讲士师记的这些士师的圣经的人物，那因为今天我们举行圣礼典，有几位弟兄姐妹要告白他们的信仰，接受洗礼，所以我们今天来看新约当中的一个人物，叫做巴底买。在领受上帝的话语之前，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您透过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主啊，在你给我们的圣经当中，有许许多多的人物，我们要透过他们的成功以及失败来学习。求主让我们有一颗渴慕的心，来迎接你的话语，并且透过你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求主帮助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的经文是一个盲人，叫做巴底买，他经历上帝的经验。那我们首先来看什么是经历神。经历神就是在我们人生的旅程当中去遇到神，被上帝触摸，被上帝改变的过程。就像今天的故事当中，我们看到巴底买，他遇见了耶稣，他接受了耶稣，他被耶稣改变的情况。那我们可以称作这是巴底买他经历神的一个经验。牧师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经验，在我们的人生的旅程当中，也许是我们成功的时候，也许是我们在最失意、在最挫折的时候，有时候是我们最喜乐的时候，有时候是我们最悲伤的时候，有时候是在我们的家里，我们在阅读圣经的时候，有时候是我们行走在路上，那当然最多的时候是我们在聚会的时候，上帝出现了，他让你深刻的感受到他奇妙的作为，让你深刻的感受到他的美好跟大能，并且带给你生命极大的改变。这就是经历神。那为什么每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必须经历神呢？因为透过经历神，我们就对上帝更了解，对他的认识更深，对他越有信心，就能够领受上帝更多的祝福跟恩典。透过经历神，我们才会明白上帝的慈爱跟恩典。就像约伯所说的，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有时候我们来到教会当中听牧师讲道，或是在教会里面听其他的弟兄姐妹做见证，虽然有时候我们会很感动，我们会明白上帝的话，但是感觉上好像有一点距离，
因为它不是我亲身经历的。但是一个人一旦真正去经历神之后，就像约伯所说的：“我从前风闻有你，我听别人说过你，但是我现在亲眼看到你，亲手触摸到你。”所以每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每一个信徒，我们都需要学习去经历神，经历神的慈爱以及他的大能。这样的信仰才是活生生的信仰，而不是听别人传讲的信仰。所以我们今天来学习巴底买他经历神的一个经验，相信透过他的经验，我们也能够经历神。今天的故事是这样记载着：他说有一天，耶稣和他的门徒来到一个城市，叫做耶利哥城。当他们要离开这个城的时候，这时候有一个盲人，圣经记载着他叫做巴底买。事实上我们要理解，就是圣经当中如果有一个人的名字前面有一个巴的那后面接一个字通常意思就是说是底买的儿子，叫做巴底买。底买的儿子啦所以我们就理解说他的父亲叫做底买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他是底买的儿子，叫做巴底买。那因为他是一个盲人的缘故，所以他没有办法靠自己的手做事情，所以他只能在路旁跟人家乞讨。那当耶稣经过的时候，他一听说是拿撒勒人耶稣来了，他过去可能曾经听过耶稣的名声，知道耶稣是有能力可以帮助他的，所以他当下就做了一个决定，他大声的喊叫，他叫耶稣的名字说：“大卫之子耶稣啊，可怜我吧！”这时候也许很多人都簇拥着耶稣他们要马上离开这个地方，可能要到下一站去做服事或是什么样一件事情但是所以大家生怕耽误了耶稣的行程那巴底买这样叫就有人责备他说叫他不要出声了可是他不管别人他想说这大概是一个他有生以来最好的一次机会因为他听过耶稣的故事，知道耶稣是有能力可以帮助他的，所以他就更加大声的喊叫说：“大卫之子，可怜我吧！”这时候他的喊叫声吸引耶稣注意了，耶稣就停下来，可能回过头来跟他的门徒说：“叫他过来。”他们就对他说：“好了，你不要叫了你放心，耶稣在叫你呢。”结果巴底买马上做一个动作，他把他的外衣脱下来，就跳起来。我们要知道盲人是行走是不太方便的可是这时候他觉得这个是一个好的机会他渴慕要得到耶稣的医治，所以他马上把他的外衣脱下来你要知道以色列人他们通常穿2件衣服，一件内衣，一件外衣。这件外衣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外衣是除了这个外面穿着衣服之外，晚上的时候是当作棉被来御寒的。可是他不管了，他就把外衣脱下来，就跳起来走到耶稣的跟前。耶稣就问他一句话，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就这时候巴底买就提出他内心当中最深处的呼求，他跟他说：“老师啊，我要能看见。”他说：“只要我能够看见，我就能够自己做事，我就能够靠自己来生存。”那耶稣就说：“去吧，你的信心治好了你。”耶稣看见他心中有一个对上帝的依靠的信心，所以他就说：“你的信心治好你了。”就巴底买马上就经历了这个神迹，他就能够看见。不单单如此，他就做了一个决定，他就跟随耶稣走了，成为耶稣的门徒。那我们今天这个故事当中，我们看到巴底买他经历神的整个过程。我们要透过他经历神的这个过程去了解，到底是什么样的因素让他可以在经历神
的这个经验当中，成为我们的一个典范。那我们一起来学习哈。首先，我们要了解哈，巴底买他有一颗热切渴慕的心哈。巴底买之所以会经历神，其实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如果不是出于上帝的恩典，他没有办法经历神。但是因为是出自于上帝的恩典，也是由于他心中的渴慕，他一心一意要见耶稣，他渴望把自己的需求向耶稣表明，所以他心中是存着一股热切的盼望，因为他深信见着耶稣之后，他所遇到的问题可以迎刃而解，所以他不顾一切要见耶稣，即使众人阻止他，别人责备他，要他不要出声，他还是不放弃，所以他得以经历上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来想想，在圣经当中，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物，他曾经遇见耶稣，但是他们却与耶稣擦肩而过，没有得到救恩。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比拉多啊。比拉多曾经跟耶稣面对面，甚至他跟耶稣对谈，但是因为他心中存着怀疑，或是说众人在纷扰当中他没有心去仔细去思考生命的问题，他只想赶快解决掉面前的这个困难，所以即使他跟耶稣面对面，他到最后也没有领受这个救恩。但是我们看到巴底买不一样，渴慕的心把巴底买带到耶稣的面前，把耶稣带到他的生命当中。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好好的反省反省，我们是否对上帝有渴慕的心？你是不是期待在生命当中遇见神？我们是不是用渴慕的心等待耶稣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去经历他，享受他同在的美好？今天早上你离开家里面，来到教会，此刻你坐在礼拜堂当中，你可能见到了牧师，你可能见到了你最好的朋友，见到了教会的长老，见到教会的同工弟兄姐妹。但是请你相信，在每一次我们奉主名聚集的时候，耶稣就在我们当中。你有没有遇见耶稣基督？还是我们照章行事，每个礼拜来到教会，跟别人寒暄之后，听了牧师讲道之后，你就回去了？你没有遇见耶稣。但是如果我们愿意用一颗渴慕的心，求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去彰显他的能力，你就可以透过你生命当中的许许多多的机会跟经历，去经验到神。你有没有那种渴慕？耶稣基督是要带来丰盛的生命在我们生命当中。如果你一直期待这样的一个祝福，必然会带给你十足渴慕的心呢。我相信，如果大家都用渴慕的心来等待耶稣，不单单我们的生命会改变，我们整个教会也会因为每一个信徒对耶稣基督的渴慕而改变。什么叫做渴慕？大家不知道有没有那种缺水的那个经验？我们看到圣经当中，大卫作诗说：“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他也说：“我的心切慕你，如入切慕溪水。”我有一次经验，就是我在大专中心服侍的时候，曾经好几次带那个学生一起去爬山，我们都爬那个嘉南平原最高峰，叫做大洞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爬过？标高1234公尺，1234。那我们爬这虽然是一个郊山就是一个不是很大的山，但是也是要做一些预备。因为我们都通常要爬6个小时，那爬到山上的时候去吃午餐，然后再爬下来，当中要准备食物还有水，
那有一次哈，我们交代一个比较糊涂的童工哈，他准备了很多那个食物哈，准备了很多的罐头，好，结果没有准备开关器，啊，我们背着那个很重的罐头到了山上，结果看着罐头结果打不开啊，只好吃白吐司，啊，他准备的水也不够，我们在爬山的路程，上山的时候就把水都喝光了，下山的时候都没有水喝哈。那一次的经验实在是非常可怕哈，因为口非常干哈，甚至我们走在那个路旁哈，有人在那个种东西的那个水哈，我们都想要去，虽然水不太干净，都每个人都很想去喝哈，就是没有水哈。我们知道一个人如果几天不喝水哈，可能就会死亡。但是如果一个人的灵性一刻没有神，我们的灵性就死亡。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渴慕上帝？我们在故事当中看到巴底买，他一听见耶稣来了，他不顾一切，他就大声喊叫，大声呼求，他恳切的呼求，吸引了耶稣的注意，就成就了这个神迹。所以这就是一种渴慕了。我刚才已经问过大家了，大家来到教会当中，你是不是因着你的渴慕而在此刻与耶稣见面，让耶稣去改变你的生命？在圣经当中也有这样的故事。耶稣遇到一个迦南的妇人，一个外邦的妇人来找他，求他帮助他被鬼困扰的女儿的时候，耶稣一开始好像是拒绝他，但是后来因为他一而再再而三的恳求，他就施行神迹救助了他的女儿，让这个外邦人同样去经历神。在路加福音书当中去描述祷告的时候，耶稣这样说，他说，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真实的理解，我们要渴慕经历神，用恳切的心来呼求，上帝必然让我们经历他的大能与恩典。这是第一个，你要用渴慕的心去寻求神。那第二个，我们看到在故事当中我们看到巴底买对耶稣的呼召做出了非常迅速的反应，他连忙把那个碍手碍脚的外衣除去，飞奔到耶稣的面前。他知道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一定要把握住，一定要珍惜。他也许认为说，如果失去了这次的机会，以后也许永远不会再有相同的机会。我们在圣经当中看到，许许多多人曾经听到耶稣的呼召，但是有些人因为忙于一些杂物，使他们失去了机会。在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前面，耶稣就遇到一个人，他是一个少年的官。这少年的官马可福音书说，耶稣一看到他就爱他，那他也有心要来寻求耶稣，但是后来我们看到结局是什么？他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耶稣去挑战他生命当中最大的弱点，要他变卖一切来跟随耶稣。但是他的产业很多，所以成为他生命当中的残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看到巴底买他非常特别的一个举动？他把他的外衣都脱下来找耶稣。他没有被这些事情所束缚，他除了渴慕耶稣之外，他也愿意为耶稣放下这些残累。我们在圣经当中看到耶稣曾经说过一个比喻，他说有一个主人摆了一个大的宴席，邀请了许多的客人。当宴席都准备好的时候，他就差仆人去请他所请的人，对他们说，宴席都摆好了，请你们来参加这个宴席。结果居然这些被邀请的人拒绝了。有一个人说，我买了一块地，我必须去看一看我的这个产业，
哦，所以我不能去参加。另外一个人说，我刚刚买了5对牛，要去试一试，那我不能去参加。那又有一个说，我刚刚娶了太太，啊，所以不能去。仆人就回来报告主人说，这些人都有事，都不能来。主人就生气了，他就说，快出去，到城里面的大街小巷，去带那些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大家一起来啊！甚至后来还有空位，主人又说，赶快去路上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先前邀请的那些人没有机会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要亲近神，要经历神，就是要把握那个机会，放下世上的一切缠累。有些人说，牧师啊，等我退休以后，我就会好好的追求上帝。或是等我这些事情完成之后，啊，我就会好好的来研读圣经，来寻求神。不要让这个世上的缠累去取代那个最宝贵的事物。我们放下世上的缠累，要把握这个机会，把经历神的经验看作是最宝贵的。接着我们来看这个巴底买的第3个特质。巴底买是对上帝充满信心的。其实我们看到巴底买在呼叫耶稣的名称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对耶稣其实并不十分了解。他称呼耶稣2个名称，第一个名称叫做大卫之子，大卫的儿子耶稣啊。我们要理解大卫的儿子，这个名称是当时的人对弥赛亚的称呼，但是当时的人对弥赛亚的认识是认为是一个政治上的弥赛亚，也就是说，从大卫的后裔当中要生出一个君王，带领以色列建立一个强国。所以他用这个名字称呼耶稣，表示他对耶稣的认识并不十分深刻。耶稣是要做我们心灵的弥赛亚。他第2个对耶稣的称呼，称耶稣做老师啊。所以对耶稣正确的称呼，应该称呼耶稣做主嘛。可那时候他还不认识，但是我们发现，即使他并不完全认识耶稣，并不阻碍他经历神，因为他对神充满信心，他对耶稣充满信心。有信心可以弥补人在神学上认识的不足。有些人认为说，啊，我要完全认识神之后，我才能够接受上帝。牧师告诉大家，你即使读了神学博士，你对神的认识还不到1/1000啊。但是有一件事情可以弥补我们在认识上帝上的不足，就叫做对神的信心。所以耶稣对巴底买说，去吧，你的信心治好了你。他因为信心而得救。在圣经当中，我们可以发现，几乎所有的神迹都跟信心这个课题有关系。信心使我们经历神的恩典，但是信心这件事情很奇妙。信心就是说，你越经历神，你就对神越有信心；你越有信心，你就会越经历他。这是一个正向的循环。相反的，如果你越没有信心，你就越不能经历神。越没有经历神的经验，你就对神越没有信心，这就负面的循环。所以我们祈求上帝给我们真正的信心，让我们可以借着信心去经历他的恩典。那怎么建立信心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信是由听而来的，而听是从基督的话语而来的。也就是说，在圣经上帝的话语当中记载着上帝的应许。那我们多读上帝的话，就会发现圣经当中有许许多多的应许，这些应许都会应验在相信的人身上，因此我们就会对神更有信心。所以我们要专心的去研读上帝的话。我们10月份开始就会继续我们的查经班，那希望我们可以透过真正认真的研读上帝的话语，来得到真正的帮助，让我们对神更有信心。那最后我们来看，经历神之后会如何？我们看到巴底买经历神之后，他第一个就是他的生命完全的改变。经历神之后，
会带来极大的改变。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人，因为经历耶稣基督之后，他的生命就得到改变。撒该是一个例子，甚至保罗也是一个例子。保罗经历复活的耶稣基督之后，他的生命就大大的改变。他从迫害基督的人，成为一个传扬福音的人。那巴底买经历上帝之后，也完全改变了。他的眼睛得以看见，并且让他生命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就是他决定马上回应上帝的恩典，他跟随了耶稣基督。所以这个故事的结尾是十分宝贵的。他虽然过去是在路边乞讨的一个乞丐，但是他是充满了感恩的心啊。他明白他领受这个恩典之后，他必须要有所回应，所以他马上跟随了耶稣。当他的缺陷得到满足之后，他并没有很自私的就离开神，就感谢神就离开了。我们在我牧师牧会的经验当中，也看到很多人在来到教会得到帮助之后，他很感谢神，但是后来就离开了。巴底买没有，他就做了一个决定，他跟随了耶稣，去侍奉耶稣。这是一种恩典的回应。但是我相信，因为他这种恩典的回应，让他此后的生命都能够日日经历神。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回到牧师讲道前问你们的一个问题：你是不是渴慕经历神？是不是渴慕更多认识神，更多领受上帝的恩典？我们今天来到教会里面敬拜主，我们深信耶稣此刻与我们同在。如果你愿意的话，请各位打开心来跟上帝求。牧师深信上帝必然垂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祈求，让我们在此时此刻就能够经历上帝与我们同在的美好。今天也有许多弟兄姐妹要在神的面前告白他们的信仰，透过这样的一个圣礼点，我们一起参与他们生命改变的时刻。我们深信我们自己会感受到神与我们同在所带来的那种力量与恩典。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你透过你的话语再一次来帮助我们，激励我们。求主此刻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有渴慕的心，欢迎耶稣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改变。主啊，我们愿意放下世上一切的缠绕，专心寻求你，求你对我们显明你的恩典，帮助我们赐给我们丰盛的信心，让我们因着信心的缘故去经历你大能的恩典。求主帮助我们，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谢谢蔡牧师带来这么美好的信息。我们接下来要攻读使徒信经，请我们大家一起起立。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们。大家请坐。
我们这时候要举行圣礼典，我们请在这一场要接受洗礼的几位弟兄姐妹，成人洗礼就是杨雪红、张雅伦、林佳颖、张新文、陈义云，还有刘在豪、蔡宏祥、蔡宏伟、张之瑞。要接受坚信礼，坚信礼就是在小孩的时候有接受过小儿洗礼，那今天已经成人，要自己告白自己的信仰，有魏佳莹、彭佳恩，还有陈子恩。好，那另外有从外教派转到长老教会的、长老本教会的，一共有2位，就是李怡玲还有张雅珍这几位弟兄姐妹站在神的面前。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得帮助是在乎倚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现在弟兄姐妹，请大家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设立洗礼的教训。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还未升天以前，曾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在五旬节，彼得传福音时候，曾经对众人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是应许，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以及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的上帝所招来的。”所以这时候，像当时彼得叫人当悔改，信耶稣基督，奉他的名受洗一样，今天我也要对你们说，你们必须深信，你们如果真实悔改，告白你们的信仰，奉他的名来接受洗礼，这个圣礼典要成为你们的罪得赦的记号以及印证，又表明从圣灵得重生，与基督连结在一起。如今你们要受洗，你们要在上帝和众人面前回答牧师所问你们的问题，来告白你们的信仰。你们相信上帝是你们的天父，耶稣基督是你们的救主，圣灵是你们的保惠师吗？你们是否诚心认罪悔改，并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你们当倚靠上帝的恩典，尽力服侍他，一生行走在他的道路上，尽信徒的本分。你们是否愿意如此行？好，我们现在请成人洗礼的来到前面，一个一个，好，一个一个。好，我们请我们的所有弟兄姐妹请起立。好，牧师在为受洗者施洗的时候，当牧师说：“我用水给你施洗，使你归于父子圣灵的名下。”好，这时候，请大家同心用阿们来回应上帝的话。杨雪红，我用水给你施洗，使你归于父子圣灵的名下。阿们。张亚伦，我用水给你施洗，使你归于父子圣灵的名下。阿们。林佳颖，我用水给你施洗，让你归于父子圣灵的名下。阿们。
张新文，我用水给你施洗，让你归于父子圣灵的名下。阿们。陈义云，我用水给你施洗，让你归于父子圣灵的名下。阿们。刘在豪，我用水给你施洗，让你归于父子圣灵的名下。阿们。蔡宏祥，我用水给你施洗，让你归于父子圣灵的名下。阿们。蔡宏伟，我用水给你施洗，让你归于父子圣灵的名下。阿们。张志瑞，我用水给你施洗，让你归于父子圣灵的名下。阿们。愿赐平安的上帝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魂和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你们已经告白你们的信仰来受洗，我奉教会的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并且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双年教会小会的权柄，接纳你们成为陪参会员，有份于主的宴席及新约的恩典。阿们。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如此大的恩典，用这个圣礼点接纳你的儿女进入你的教会。主啊，恳求您赐福保守眷顾他们，恳求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坚固他们。你用你的恩典赏赐他们，使他们连结于基督，而得着主的充满，永远在你们里面。当他们遇着试探的时候，求主保守眷顾他们，让他们在信仰上可以征战那美好的征战。求你用你的能力扶持他们的软弱，保守眷顾他们安稳在你的爱当中，使他们能一生一世服侍你。亲爱的主啊，求你也帮助我们，从今日参加这个圣礼点之后，能够更明白受洗的意义。求你赦免我们，因为我们离开你的道，以至于亏欠领受洗礼的恩典。求你帮助我们真心悔改，让我们可以时时经历你的恩典，让我们回转归向你，从今之后成为忠实尽责的仆人。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请弟兄姐妹坐下。这时候，等一下哈，我们先留下来哈。好，牧师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哈，因为疫情的缘故哈，原本我们按照规矩是要教会的小会员一起来握手接纳哈，那因为疫情的缘故哈，我们就由牧师做代表哈，来赠送礼物还有证书给今天受洗的这些弟兄姐妹。那我们要常常为他们祷告也欢迎他们成为我们的新家人。好，那我们来，牧师用赠送礼物来代表教会接纳。小红，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好，你们往前一步哈，第一排往前一步，好，来，我们来第二排。好，请你们向后转哈，请你们向后转。不好意思，我过去。
牧师这时候要来介绍他们哈。那待会我介绍到的，好，如果你是他的小组员或是他的好朋友哈，请你们就起立哈，我们大家一起来欢迎你们哈，还有他的家人哈。来，我们首先来介绍雪红，杨雪红哈，雪红。雪红是我们的英文牧区的姐妹哈。好，第二位是张雅伦，第三位是嘉颖，林嘉颖。然后是张新文，新文。好，在上面，好，在上面哈。还有，陈逸云，好，逸云。还有刘在豪，豪哥，哈。还有洪翔，蔡洪翔。还有洪伟，蔡洪伟。还有张之睿。还有我们监系里的魏佳莹，佳莹哈。还有嘉恩，彭嘉恩。还有我们陈子恩，子恩。还有李怡玲哈，怡玲。还有张雅珍，雅珍。好，这时候牧师要跟他们一起照一张相哈，我们可以暂时把口罩哈拿下来，然后先不要呼吸哈。我们欢迎今天受洗的弟兄姐妹成为我们双联教会的家人。我们现在来奉献。在还没有奉献之前，我代表双联教会来欢迎第一次的来宾。那如果还没有填写留名卡的，请在座位前取表填写。
愿我们大家一起起立做奉献的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数算你的恩典满满，在你的保守里面，我们有平安以及喜乐。我们也愿意奉献我们的金钱、时间以及所有的力气，能够来做你的神国事工使用。求你悦纳，这样的祷告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我们现在来关心教会的事工，请大家翻开周报第9页，第6页。肢体关怀，本会会有真实弟兄于8月11日安息主怀，已于8月19日举行入殓告别礼拜。家属谢谢兄姐关心与代祷，愿上帝安慰遗族。本会会有刘素贞姐妹的丈夫王武雄先生于8月12日安息主怀，请兄姐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遗族。本会会有何吕叶姐妹于8月18日安息主怀，定于8月28日上午8点在台北市立第2殡仪馆真爱仪式举行入殓火化礼拜，并于下午2点在本会10楼礼拜堂举行告别礼拜，请兄姐关心与代祷，愿上帝安慰遗族。恭喜本会会有江林全弟兄与李婕妤姐妹于9月5日上午9点半在10楼礼拜堂举行结婚感恩礼拜，愿上帝赐福新人和他们全家。恭喜本会会有孙刘兰妹姐妹之女孙希华、邱伯豪伉俪于8月19日喜获灵儿，愿上帝眷顾新生儿及全家。另外，在第4点，我们全教会有一个培灵会，时间定在9月19日礼拜六，请各位兄姐能够尽量踊跃报名。我们再翻开周报的第9页，装备课程，有不可不知的1堂课，以及听故事学圣经，还有刚刚蔡牧师有提到10月份的查经班，都请各位兄姐能够踊跃的报名。其他的消息，碍于时间因素，请大家再翻周报就好了。我们现在来请蔡牧师欢迎来宾。好，大家平安。我来介绍第一次跟我们一起礼拜的弟兄姐妹。这边有刘瑞生、周美惠夫妇。在这边他应该是在好的家人在好的爸爸妈妈。好，欢迎。那我们还有这个礼拜在我们的教会，从上个礼拜到这个礼拜，在我们教会训练的这个传道师这边有以利传道师，还有其他的传道师，我们都起来好不好？好。好，这个礼拜有20位传道师在我们的教会，借用我们教会的场地来做训练。好，那其他有没有第一次来跟我们一起礼拜的弟兄姐妹？我没有介绍到的。好，那这时候我们一起起立来唱最后的诗歌。你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扶持与相通，与你们众人同在，直到永远。阿们。好，我们互相请安问候，愿上帝赐福保守。